美国甲秘鲁都有严重的交通意外，美国是有巴士出车祸8人死亡，秘鲁是巴士摔落坑卡16人罹难。新加坡第4代领导人黄顺才因案8点已经宣誓就职，预计黄顺才执政会延续历届路线。泰国无犯君主法引起争议，有社运人士从掠去关了后，就御驾8外天抗议，遭青国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今日节目头起先来看2站重大的车祸意外，头一件是发生伫美国的佛州。一只载53个农场工人的巴士，是去互小卡车弄甲并车，上无有8人死亡，40多个人受伤。另外一件是伫秘鲁的安第斯山区，是又搁有这巴士摔落坑卡，上无是有16个人过身。密密麻麻变形的白色巴士摊起倒伫路边的草坡啊，真侪台救护车赶到现场，都伫边仔搭医疗站救援。这件重大事故是伫福州中北部的马里温郡发生的。10早起6点外，这台巴士载53个工人，准备去杜内仑的农场办事归，无想到伫公路服务员中，这台尾对向驶过来，雄超过中线的皮卡弄着，巴士闪袂赴冲破路边护栏，佮弄着树仔了后并车，造成真侪人死伤的惨剧。当局证实，车顶载拢是移工，其中不少是墨西哥人。I don't want to give you misinformation. Everything that I have been told at this point, they all have what they need to be. 警方初步调查发现，皮卡驾驶是酒后开车，已经甲伊逮捕，伊会面临酒后开车加过失杀人等至少8项罪名。另外，伫秘鲁的这台经过埃亚库桥山区的巴士，同款伫拜二透早6点外，位看边的公路并落，4轮向上天，跌落真惊的山坪。当时不少乘客去往害出车外，已经知影至少夺走16条人命，也有17个人受伤。家属知影消息，赶紧赶到病院去探视。Hay un familiar que me ha llamado de Lima y se ha accidentado. En el carro que ha venido está él y me ha dicho, ándate al hospital regional, ya lo han llevado. Ahora me dicen que está en Nazarenas. 外电报道指出，类似的车祸伫秘鲁真接快，主要原因是路况无好，驾驶搁爱超速这原因引起的。顶个月底，秘鲁北部才发生巴士并落溪坎，造成25个人惨死的悲剧。根据官方的数据，去年秘鲁有3138人死伫交通事故。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镜头往来看法国，法国西北部有一搭高速公路的收费站，是有一阵穿乌衫的人开枪劫走一个犯人。这压车的警察2个人死亡，3个人受伤。为监视器会当看到白色犯人车通过位于法国北部厄尔省的安卡尔维尔的收费站的时，一台黑色旅行车正面挡住犯人车，落车穿乌衫的人提武器围着犯人车扫射，犯人车的驾驶拍开车门了后，乌衫人随即上前包围。一名技术犯人的人为犯人车跳落来，刷落来黑色旅行车出现爆炸火星，乌衫人随即就散了。光头白日之下发生杀警劫犯人逃走的事件，引起社会惊吓。警方指出，这台犯人车关定往来北部的伦恩甲诺曼地区的埃弗勒，车顶的犯人是30岁的阿莫拉。顶礼拜因为加重抢劫罪入监，伊当时也因为绑架死亡案被起诉，佮涉嫌伫马赛教唆谋杀。L'administration pénitentiaire dont je viens de rencontrer l'état-major pour faire le point est en deuil. Notre pays est en deuil. 司法部长表示，瞬间2名狱警拢已经结婚，其中一个人的家后才有生5个月。受伤的3名警员有2个人伤势真严重。警方指出，规个劫犯案的计划经过精心的策划，嫌犯分别坐2台车来到犯案的现场，就是犯人车甲警方了后逃走。一名嫌犯互警方弹伤，警方也在追查涉案的嫌犯人数。Tout sera mis en œuvre pour retrouver les auteurs de ce crime abject. Tout. Le plan épervier a été déclenché. Nous n'économiserons aucun effort.Aucun moyen. Nous les traquerons, nous les trouverons, et je vous le dis, ils paieront. 法国顶一摆发生狱警互杀害的事件已经是32年前。
欧洲的毒品问题愈来愈严重，也连带拖累法国的治安，引起在野极右派政党的批评。因为6月欧盟议会大选就特别举行，总统马克宏下令全力执行，警方已经发布追缉令，动员数百名警力加入调查。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新加坡第4代领导人黄顺才因暗8点是已经宣誓就职。黄顺才做公职已经是27年啊，伫咧这新冠疫情的期间表现真受肯定，才会当成做李显龙的接班人。伊加这黄顺才是延续历届的路线来执政，维持治病的无益，无亲中嘛无歪美，无要陷入地缘政治的争议当中。这个态度是根据伊过去的言论所推断的。伊甲过去的领导人同款，黄顺才讲，伊是袂伫咧中国甲美国之间选一边徛，因亲近的干那家己的国家，也就是新加坡，会以国家的利益为主来考虑。而且伊嘛讲甲真明，美国只是因的安全合作伙伴，毋是朋友。除了延续过去的方向，黄顺才伫咧新加坡《海峡时报》的专访当中嘛表示，伊的领导风格是开放甲自纯。除了希望帮助国民会当追求物质生活，也希望互因会当得到成就感，打造新加坡梦。新加坡新任总理黄顺才是头一位伫1965年独立了后出生，也是伫国族党了后第2位，毋是出身李氏家族的领导人。伊伫国体大汉读社区学校，去美国留学，出自密西根大学经济学硕士，甲哈佛大学公共管理硕士学位。1997年起伫新加坡牧业甲工业部开启长27年的公职生涯。虽然捌伫教育部、国家发展部、文化社区青年部、财政部等单位历练，黄顺才煞无互看做是可能登上高位的人选，也毋过伊凭着新冠疫情期间领导抗疫小组真好的表现，伫人民行动党内得到多数的肯定。只有2年副总理的经历，煞互推选为李显龙的接班人。比较之下，李显龙是伫五族党政府做14年的副总理。黄顺才人生遭遇风形容是新加坡梦的最佳体现。That someone from a public housing estate is able to rise to become the prime minister, someone who, because by working hard, has been able to reap the success of that hard work. I think that is something that appeals very much, to Singaporeans as part of the whole, Singapore dream. 就伫迄天，新加坡《海峡时报》刊出的专访，黄顺才表示希望将新加坡打造做一个会当有无共成功方式的所在。人只要努力打拼工作，拢会当得到大帮教育、健保、加退休照顾等基本保障。伊的领导风格是开放加自纯，也毋过对应该做的代志绝对袂回避。伫甲经济学人的专访，访问到中美争霸时，新加坡是虾米立场？黄顺才表示，阮是无亲中，也无亲美，一切以国家利益做首要考虑。I want continuity because we should build on what we have today. We should affirm and reinforce what works well for Singapore. But I also want change because we should re-examine and refresh our current approaches and be prepared to break new ground.In order to adapt more effectively to a rapidly changing environment. 另外，掌权20年的李显龙卸任了后，会出任国务资政、辅助行政府。新公布的内阁名单，多数部长拢互留任，显示黄顺才是拍安全牌，重视政权的稳定性。公司新闻黄慧斌编译。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昨向访问乌克兰，早在乌克兰上届需要的弹路610亿的美金，我代表2条军援。布林肯是讲，伊这防空系统、导弹甲炮弹拢会小煞送到地。也若是罗西亚总统普京是开始做伊的第5任，就任了后的头一个行程，就是去访问中国。并无事先通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向中日14日暗时啊火车按波兰来到基辅，送来美国国会顶个月通过610亿美金的大礼，总共代表2条的援助法案。内底有乌克兰上需要的防空系统、中远程导弹甲炮弹。布林肯讲，乌克兰所需要即款武器，当咧运送的半中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华盛顿提供的援助表示感谢。这是罗西亚侵略乌克兰以来，布林肯第4届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We know that time is of the essence. That's why just 1 minute
After Congress approved our massive aid package, President Biden sent ammunition, armored vehicles, missiles, and air defenses to Ukraine. The work we're doing together moves Ukraine closer to membership in the European Union and NATO. With each passing month, 罗西亚第14对乌克兰第2大城哈尼科夫再度发动空袭，造成至少20个人受伤。布林肯伫基辅强调讲，罗西亚总统普京爱为摧毁乌克兰付出代价，讲美国有权利没收罗西亚伫美国的资产。 用这个资产来帮助乌克兰重建。布林肯伫14现身基辅的一间地下酒吧，展现伊的才能。伊弹电吉他、佮唱歌，表达美国支持的立场。强调讲，即届战争，世界毋但是退乌克兰的战，嘛是退自由世界的战争。另外，普林就职新的总统任期了后，选择中国是伊头一个出访的国家。16、17会分别拜访北京甲伫哈尔滨举行的第8届中罗博览会。 应习近平主席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6日至17日对华进行开启新任期后的首次国事访问。尤其这届普京会凸显两国所宣扬的坚定的友伴关系，对着美国因为俄罗战争所解的压力无力要义，专家嘛讲，普京会督促习近平进一步支持罗西亚的战时经济，同时宣扬更加优惠的继续来买石油甲天然气。另外一方面，以北京的立场来看。 中国伫向美国争夺地缘政治霸权的竞争内底，嘛真需要罗西亚甲伊徛伫同一阵线。公视新闻沈乐培编译。咱的新政府5月20后礼拜一就要就任，这个时间点，中国是愈来愈接内乱。国防部今日就侦测到中国军机45抓、中国军舰6抓伫咧台海附近活动，而且其中是有26架次破过海峡中线，也无就是进入咱的西南空域。 上近离咱的家人敢若41海里。第5日，抗新区政府就要交接，中军嘛持续加强了台。国防部15公布讲，中国的机舰第14暗头开始进行联合战备警巡操演，到早起6点为止。最近24点钟的中军动态，查到中机45抓、中舰6抓持续伫台海周边活动，其中有26抓的机舰超越海峡中线，也是进入西南空域。国防部都会做绵密的掌握，我们也必须要说明的就是，任何在台海周边海空域做这样的挑衅的举动，对于区域的安全跟和平是完全没有注意的。咱的关心的是，这届计界中机上军是离家人西北41海里，创下这几年第2接近大台北地区的纪录。目前上军的距离是4月28的37海里。另外，中国军机在因嘛向记录到。 那就是对经过西南空域的美国军机在空中呛声。我火力范围，我要求你降达下，立即离开，否则后果自负。另外，中国的海警船嘛增加干扰金门海域的次数，14个再有5架海警船伫金门南方的海域集合。咱的海巡嘛即时出动对应驱离。海巡署讲，这是今年5月中国海警船第5届编队踏入金门水域，5日共进行台海议题紧张。美国亚太驻京康达。 14强调讲，美国的重点也是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有信心因应挑战。I think we're in an important period now, following the January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Taiwan, in the run-up to the May 20 presidential inauguration in Taipei in just a few days. But again, our focus will be squarely on maintaining peace and stability, and I'm confident we can meet the challenge. 北京也宣布讲，要对按中国进口大约180亿美金的商品加扣关税，锁定电动车、电池等关键矿物等战略产业，同时嘛保卫台海和平稳定。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I revitalized our partnerships with the Pacific allies and India, Australia, Japan, South Korea, the Philippines, Pacific Island nations. 拜登攻击中国大量补贴生产，将笔技术转移这无公平经济行为是作弊，伤害美国制造业甲劳工。美国当咧对抗这寡措施，嘛搁再一摆强调讲，伫美国中国21世纪的经济竞争内底，追求的是公平竞争，毋是冲突。记者综合报道。泰国前几年制定的无犯君主法，和当地人权律师组织形容是全世界上界严格法律之一。有的案例因为批评方式，就去互判关50年。但这位反君主制度的女性沙内桑控，今年1月就去互指控犯无犯君主法。过去伊是主心要求司法改革，释放政治犯，佮参加真济社会运动，所以讲到牵涉7个案件。
今年1月封掠去关了后，就用唔食的方式抗议，相当是108天拢无食物件，总算是雄雄成功死。是这规个泰国头一个绝食抗议死亡的运动人士。伊抗议到今，已经大概是有270外个人牵涉暴犯君主罪，到今还有17个人咧封关。这阵沙内桑控死亡，都互规个社会对法律更加不满。点蜡烛用手甲蜡烛砸掉的，防止火花气。部分人权运动人士目眶含着目屎，替过身的沙内桑控纠结。泰国权君主制度组织粉碎王强的人权斗士沙内桑控，将会互逮捕最高开始，就绝食抗议。测试团出伫感觉内底心跳停止死亡，将做泰国头一名因为绝食抗议死亡的运动人士。เราต้องตายกันอีกกี่คนหรอคุณถึงจะฟังเราบ้างเราไม่ใช่ใครที่คุณกลัวเราเป็นแค่คนธรรมดาคนหนึ่งที่ออกมาเรียกร้องอะไรแค่นั้นเองค่ะเพราะงั้นเนี่ยมันโหดร้ายมาก28岁沙内桑控是一名法官的查某囝，今年将会伫啦，互当局指控7项罪名逮捕，其中包括2项刑事的冒犯君主罪，每一条罪名上当拢会互判15天的徒刑。伊咧过顿讲宣布开始绝食抗议，呼吁改革泰国的司法系统，停止对政治人士的监禁。了后伫2月初6，身体虚弱送去感觉病院。虽然泰国甲政听讲沙内桑控伫4月初4恢复食物件，也毋过人权律师组织表示，到4月2号为止，沙内桑控有原伫绝食，拢总绝食108天。事实上，在伫2020年，沙内桑控就捌甲另外一名反王室的运动人士做伙绝食64天。泰国人权律师组织表示，泰国的冒犯君主罪是全球上严格法律之一。为2020年开始，差不多260件案件，272个人因为冒犯君主罪获起诉。突然改革派真正党的议员斯里诺克嘛因此获判刑6天，暂时等咧保释期间上诉。今年，有人因此获判刑50天，是过去以来因为冒犯君主罪判刑上长的刑期。公司新闻台是董炳玉。乔治亚国会将通过真正义的境外影响力法案。这反对的人讲，这袂输是罗西亚法的影响力公民的自由。所以讲，已经伫咧街路抗议过2礼拜，将伫咧国会外口嘛发生真严重的警民冲突。听到国会内底境外影响力法案84对33度通过，生气的示威群众用要冲破大门，甲镇暴警察发生严重冲突。附近主要道路也互抗争士封锁。批评人士讲，这法案是俄罗斯法，会用来威胁公民自由。Putin or those Russian funded government officials sitting in the parliament think that they're going to be the ones to take our freedom away from us. 就是国会审议这法案过程中，执政党甲反对党相拍甲真厉害，反对派认为这法案被看作是国家路线走向侵华，而且和去年12月提到欧盟候选国身份的乔治亚走向欧盟正式成员国之路更较歹行。尤其欧盟早就示警，境外影响力法案和支付亲俄政界的政党乔治亚之邦起草，国会由乔治亚之邦甲革命政党支持。უცხოური გავლენის გამჭირვალობის შესახებ კანონის მიღება ქმნის მტკიცე გარანტიებს საქართველოში გრძელვადიანი მშვიდობისა და სიმშვიდის უზრუნველსაყოფად და ეგრეთ წოდებული პოლარიზაციის დასაძლევად, რაც საქართველოს ევროკავშირის ინტეგრაციის აუცილებელი პირობაა. 中国反对派乔治亚总统佐拉比契维利已经表示，就算法案通过也好决，不过乔治亚总统无实权总理政府，而且执政党国会优势也应推翻也好决。境外影响力是指要求为海外得到20%以上资金的组织，按注册做外国代理人，各受司法部监控，而且可能被逼到出兵干自信。啊，若无会面临25000乔治亚拉里，相当大票30万的罚款。公司新闻林本业。巴基斯坦控制克什米尔地区发生严重的抗议，因为这个地区长期拢有军事冲突，严重影响到经济。百姓对这电钱也有米粉各项物件价小贵33是已经制裁袂掉，所以讲就爆发示威。目前是已经有4个人死亡，900个人受伤。罗马政府为着安大百姓，是答应会提出补贴计划。军警向示威民众发射催泪瓦斯，有百姓被就厝顶，闪开分布，搁提石头往下面弹。今日冲突造成重大死伤，一名大学教授讲，这4人伫这个地区毋捌看过规模这么大的抗议，各行各业为基本生活必需品团结。आखिर उन कुर्बानियों का हमें ये सिला मिला कि आज हमारे नौजवान जो को चुराए में शहीद किए जाते हैं।
巴基斯坦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长期军事冲突，严重削弱经济发展，高物价和百姓忍无可忍。巴基斯坦去年的通膨率40%，目前也有17%。顶礼拜六5月11日，示威团体参谋克什米尔联合人民行动委员会 （JAAC） 组成的抗议车队，向首府穆萨法拉巴德前进，要求电费面粉补贴。13拜伊尾仔嘛，总理谢里夫批准一项230亿巴基斯坦卢比，相当大票24.6亿的补贴计划。示威民众随将抗议现场变作是庆祝大会。JAAC 主席米埃甲记者讲，想要到政府派军警前来用武力解决，也有人死，呼吁店家休困，宣布14是乌色的一天。巴控克什米尔政府已经宣布学校机关关闭，这区部分地区电信服务中断。巴基斯坦政府官员伫社群媒体暗示是敌人的宣传煽动紧张局势，亲像就是咧讲印度伫幕后的放点火。巴印捌就克什米尔领土归属爆发过3摆战争，不过伊斯兰马巴德官方目前无将这个地区这摆规矩撒予印度。公司新闻黄伟廉编译。咱人会用握手，也是浸喙皮等等的方式来拍招呼。有研究人员就发现，讲这枪嘛有要讲的行为，因是会耳啊、唇片啊等有20外种无同的互动方式。这回来看，枪和枪相拄，要安怎相借问，和人类聊啊相像。因为摇耳啊比尻川轻声叫，甚至放尿互你看。一份上新的研究讲，枪要安怎来相借问，爱看因的性别，还是双方有咧对看无等因素来决定。Elephants are just so interesting because they appear like these big animals that could, squash you in a second. But when they touch each other, they're extremely cautious and gentle, and they are so loving to each other. 这项研究针对新巴威非洲草原顶头的狗只枪做观察。研究人员讲，当枪互相咧对看的时阵，会摇耳啊、撑鼻啊来望对方的面。不过双方眼神若是无交集，伊嘛会大声还是细声吼，来互对方注意。另外，因阁用特别的方式来发出气味，互对方注意到家己的存在。They also often used defecation, urination, and had temporal gland secretions, which could be because of the excitement of seeing each other, but could also be because elephants rely extensively on olfaction. So, 科学家讲，当咧起笑的枪会常常用放尿的方式，甲对方传达讲，伊想要找有伴的信息，并且伫目睭甲耳仔之间的粒线，嘛有分泌物流出来。另外，亲母之间的连接，比拢是家己一只的枪感更加强。因做伙的时阵，会用仪式性的亲按来强化互相的社会连接。The fact that they greet in this excited way for me was mind-blowing too, because they were just separated for 10 minutes, and humans don't do that after 10 minutes. So, for them, it's important to be together. 科学家伫这个研究内底发现，枪大概有20种相借问的方式，因为社会性可能比咱较早理解更较复杂。公视新闻詹慧敏编译。澳洲一个室内设计师是用低成本佮环保的方式来做建材起厝。伊讲伊这间厝寒人真温暖，热人佮真凉，若风火佮较袂生菇。咱做回来了解。Come on in。澳洲昆士兰室内设计师华尔德展示家己起的厝，外观亲像爱斯基摩人的圆顶雪厝，亲像好日头一照对阳气共款。伫3年之前，华尔德发现蒸汽加暗淡仔控了后，就开始研究要安怎用这种建材来起厝。There are no straight lines pretty much anywhere in this build. 蒸汽加暗淡仔控是一种环保建材，除了暗木头以外，华尔德佮掺水加生花精这类材料，产生淡仔控层啊，而且有防火加抗霉菌的效果，介绍也正俗。每一栋雪厝差不多用6000地层啊。这建材用好处，热天真凉，冬天是真温暖。It maintains its temperature year round. 华尔德开13万澳币，差不多270多万台票，去小年4栋雪厝，原本只想用1年就完成，不过生活有寡变化，离婚车向2个10几岁囡仔，佮加上全职的工作，又长厝完成的时间。不过雪厝的重新设计，也互澳洲的电视节目《宏观设计》留下深的印象。I'm impressed by her level of passion for demonstrating a kind of an innovation and a different approach to sustainability.
法拉德形容家己的个性真固执，而且永远袂认输。伊讲家己相信，若完成安尼说处，做任何代志拢无啥物困难。公司新闻新六倍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那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